哦，临阵，行啊，行的临阵。最优先行动改变这11哦。伊个过程当中，当然，咱听着蔡主任师跟咱分享他的经验跟方法，我们从这个当中去可以学习。当然有当时啊，咱咧看的过程当中，伊当然是以做标榜的方式来教啦。当然，伫这过程当中，当然无法是有几点会错着讲，伊就讲来讲，来课堂当中，咱是为着啥物来？是为着别人，还是为着家己？还是有匠心？当然，他强调来课堂最基本的就是要为自己，为家己的生命啊，好啦，为家己找到伊最有价值的定位在哪里？以前咱来学堂咧学习咧学物件，其实有每每时都是要为自己的，不是为别人，要互咱给掌声。当然，你这个掌声的过程当中是互咱鼓励的，但是如果说拢是伫人的掌声当中，你们来讲那是不一样。有当时啊，咱就是伫这个掌声当中的迷失自己。所以伫训练的过程当中，咱爱找着家己讲，我要伫训练的角色当中，咱是咧扮演啥？你爱首先你爱找着你家己的定位是啥？当然，你要找着你家己的定位，你要透过不断的学习，你较知影讲你的定位是对了。如果你能够出来学习过程当中，其实咱嘛像一般人共款，伫即个日常生活当中，为着钱财，为着事业，为着家庭咧无用。而且无用的过程当中，咱会去受着足济的挫折也好啦，快乐的所在也好，痛苦的所在也好，咱无法度真正对即个过程当中的去跳出来，去找着家己了。其实伫即个造场的过程当中，咱拢会去深深体会到，如果咱若无来练道场，咱嘛是一工工作8点钟，转来到厝，歇困看电视，困，隔工嘛是搁8点上班到5点下班，甚至加班到暗时8点转来困。其实咱的人生过程当中，拢伫即个上班加班困过程当中，得过一生啊。当然，为人若较有小钱，伊会去找较好的小钱，什么爬山也好，还是去外口佚佗也好，他会找方法。但是我感觉其实咱来道场咱嘛真正找着讲，咱常人无共款的所在是毋对。如果咱若无来道场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袂虽然阮早足早就先入堂啊，嘛对，会当讲规讲警察面孔来知无有影，阮早就拢爱学早见相当。拢过来，你怎么嘛毋知影迄个？就爸爸说一间门堂，
香啊，我见香。那其实那个时候或许他的前靠，嘛唔知讲现香的意义是啥。每天嘛是干那8点5啊时间到8点就去上班，有当时加班到暗时8点嘛吼，转来款款的9点外10点，就困。隔天嘛是搁去上班，持续要经常工的，持续要经常安尼到清口以了的，入来这个道场去学习，慢就是讲，咱人生过程当中，真正爱有改变。所以过去的人有讲一句话讲咱一个人若想要自我改变的时阵，尤其咱30几岁，甚至40几岁、50几岁了，咱爱多挪用一些时间来改变自己不要呢把我们的时间用在每一天不断的加班了。你若讲把你的时间用于加班的过程当中呢，你嘛是到尾啊呢，那是无法度离开这个六道轮回。所以咱就是有想要改变，所以咱入来佛堂一定爱改变家己，一定爱改变家己。不管是咱的言语也好，咱的讲话也好，咱的思想也好，拢爱有正能量的。这个是一个改变，或许咱讲以来改变无偌济，但是嘛，最少嘛有改变。如果咱来佛堂的话，你若拢讲一天若无变，2天若无变，3天若无变的话，其实是咧退步啦，毋是咧改变。就是伫这个来佛堂的过程当中，咱接受到咱的前辈才来慈悲，咱有些足前帮助，要互咱去学习，迄就是要咱改变。其实一个人若你也无改变的话，有时啊，其实在个人的立场来讲的话呢，对啦，有些人咧讲换菜哪加水啦，是掠香对卖。其实咱爱找着家己的价值对，就是像咱这个蔡老师讲的，我们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在哪里。所以迄个咱金刚经里来讲，修法无高下，修一切法，法无高下。迄23分经咱有讲的。其实我感觉讲，不管咱伫个地方咧做啥物。